個單位，其實個業主係韓國夫婦啦。其實佢哋比較中意一啲即係簡約嘅一個設計。咁可能一開始同佢傾嗰個 concept 嘅時候，佢都俾咗一啲 reference picture， 可能關於一啲沙嘅一啲顏色啦，或者一啲可能相對嚟講一啲我哋叫做霧狀嘅一個感覺。因為佢想有一個意境，佢哋本身就住貝沙灣，佢哋望住呢一個海，咁感覺上就係話覺得海呢一個係一個主角，都想係入邊可能有一啲其他嘅顏色嘅 natural 嘅 tone 去配合翻呢個景色啦。偏暖黃調嘅原木色，搭配木紋地板，營造簡約自然嘅氛圍。單位面積1300幾尺，一家3口居住。戶主希望保留木材嘅原有色調，更加貼近大自然。大門玄關，地下以淺淡嘅石紋磚劃分出嚟，牆身裝上具和式味道嘅竹格柵屏風裝飾，配合滲光，俾戶主一入屋就感受到寧靜放鬆嘅氛圍。Maggie 都見到單位嘅玄關比較細啦，一入門口就會望到牆啦，同埋好似都缺少咗玄關嘅收納空間喎。你喺設計上面有冇做一啲特別嘅改善呢？係啊，你會見到一個積啦，一開大門啦，其實行多2步就去到呢個牆身嘅位置㗎啦。咁如果我哋變相喺呢度做一個收納櫃嘅話，其實呢個空間就更加擠迫嘅。咁我哋特登係將呢一個空間就移翻右少少啦，就去翻我哋飯廳入個嗰個位置嘅。咁嗰個位置我哋一整排嘅做咗一個儲物櫃啦，咁都用咗一個白色去做一個飾面料，其實望過就好似一埲牆咁，比較乾淨，冇任何把手，咁都可以提供大量嘅收納。呢度純白色嘅牆身一路延伸到客廳，為咗減輕笨重感，加裝咗層架擺放裝飾，豐富視覺效果。而 Maggie 我留意到呢個單位嘅客廳啦，係冇電視嘅喎。咁係咪戶主佢哋平時都唔點睇電視嘅呢？其實係嘅，佢哋平時好少睇電視，咁同埋都唔想小朋友養成一個睇電視嘅習慣啦。咁但係其實佢哋真係需要電視嘅，咁所以因應翻佢哋中意一個比較簡約嘅設計，其實電視就收埋咗喺呢一個趟櫃後邊啦。打開佢就可以睇電視啦。客廳連接闊落嘅露台。室內本身有充足嘅天然光，米白色梳化靠牆擺放，搭配一深一淺嘅圓形木茶几。旁邊嘅飯廳擺放灰色雲石嘅長形餐台，橫跨客飯廳，天花裝上一盞啞黑色吊燈，簡約嘅長形線條帶出低調嘅空間美學。餐台後面有一幅白色藝術漆特色牆，四邊加入滲光。另一邊木色系嘅避酒間，除咗木飾面，牆身同台面用上淺棕色嘅沙色石材，層架擺放咗綠色植物，為空間注入大自然氣息。單位3間房分佈喺呢條走廊，戶主有一個小朋友，需要大量嘅收納空間，因此需要擴大原積嘅儲物空間，偷咗部分書房位置加大收納櫃，同時改變房門嘅方向，方便使用。走廊盡頭係主人套房，床頭以仿石紋同淺木色板拼湊而成，兩邊都用上白色雲石吊燈。房間偏長型，闊度有限，床尾一排高至天花嘅純白衣櫃，冇複雜設計，更加簡約利落。房間都設有大窗台，設計師加裝軟墊同木製窗框，坐喺窗台就好似喺畫框入面欣賞風景。原本主人房套廁係雙洗手盆嘅設計，不過男女主人嘅作息時間唔一樣，梳洗上都唔會有衝突。設計師就決定將部分空間分隔出嚟，改成梳妝台，方便女主人嘅日常需要。書房延續單位簡約嘅風格，以實用為主，設有木系書台同層架，背後都有一排儲物櫃。而窗就裝上深木色嘅百葉簾。